大哥给我分享了。嗨，顶美收纳穿搭，这个是谁呀？顶美依纯是在做广告吗？你也是做服装吗？琴日你喺度跟我朋友講咩啊？國外去國外打工嘅事。美國嗰邊咩啊？佢係咁樣跟我講過去美國嗰度，即係做個服務員啊，即係服務時。你結會賣嘅都係呢個套路。咁啊，佢講有一個月有幾千蚊美金，幾千蚊美金等於幾萬蚊人民幣。我話幾辛苦我都會，我做工我做幾辛苦我都會啊，拖地我都會喎。係啦，但係佢哋不過去到嗰啲地方，特別去啲咩美國啊、加拿大啲地方，其實好似佢哋啲人嘅話，又要好，又要啲咩資質嘛，又要呢樣嗰樣嘛，簽證有啲難過。係咯，美國人用美國買啲嘢坐嗰度個鐘。大家都會嘅，買咁咪買大家肯定捱得㗎，全部都話係雞官雞節啊！真係㗎，想你自己有幾千蚊美金折翻人民幣，做得過。Hello Jasmine， 有人會講毒假，即係講確實又係會有擔心，即係俾人哋賣豬仔賣過去。即係買熟嘅話，肯定就冇膽喎。你講熟嘅話咪好。因為熟過你呃你去買熟過你都冇呃你去，邊條會做啲工啊？跟住講。但係有啲人真係相信買熟我都衝過去。嗰啲真係冇法子，我跟你講。嗰啲真係冇法子。隨你做工㗎嘛，啲文化都就發以前或者係勾監㗎嘛咁滯。聽講人唔係。國神係啦，或者回咗冇咁交。嗰啲你媽做好多茶一罐啊？反正你都係做兩份工，一定有錢啊嘛。因為你話點樣點開專係邊個？你係唔會知喎。一樣，你話寫咪寫字，係嘛？你我做兩份工咁，但係做兩份工你做好艱苦，真係好出力嘛。你淨係幾個萬幾，真係幾個萬幾錢。媽都講佢好少做，媽點做勞工？我做兩份工，但係做兩份工真係唔辛苦。兩份工，唉。成個萬咯。等打賞。直播賺錢。
似見到嗰啲視頻入邊醒過來隻樣子好似半身不遂嘅人，好似咪叫得醒咁嘅樣子喎，睇嚟有啲誇。而家咪咁嘅。邊邊把痛啊？你安嘅咩？我嗰隻妹佢雪到床睡咗成個月啊！死咯，咁緊要㗎？痛啊！係咯，你今日去送大夫咯。身體素質有樣重要喎。我身體素質，我覺得我身體素質太一般。佢講睡咗成個月啦，佢太痛啦。反正休養咗成個月，睡在床或者睡得幾耐，10幾日吧，休養咗成個月。就買咗啦。嗯。